婚礼有一间育幼院去年的评鉴，共掠到30多项缺失，评做平等。说伫咧改善期间，原来有不当对待事件。今年个评鉴同款是无过，官府爱裁定爱停业1年。不过，这间育幼院无法度接受，甲卫福部提出诉愿。东西都清空了。房间内面个人的物件都已经搬到空空。伫婚礼的这间育幼院，因为113年度和中央的联合评鉴查出超过30项缺失，评定真侪评定。辅导改善期间，佫传出不当对待，今年复评佫无过，官府发文采取停业1年。他在发动说我们同仁要去压制他的时候，所以有不小心可能手有去用到他那个有可能指甲有这样一个所谓痕迹而已。就叫通报，我们有通报就这样而已。可是在期间可能也发生一些就是不当管教的事情，那所以在114年的一个复评呢，中央来对这边的一个复评呢，那一样是拿到平等的成绩，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中央最终就是召开一个会议，那也经过这个会议呢，就是建议要停办1年。育幼院讲，依照儿童加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若是摕到丙等的评鉴，会当处罚款，情形严重的才需要停业。因过官府使用上当的处分，和本来以来15位员工，即马照规定爱资遣2/3，只敢留部分的行政人员，而且律师提诉愿，希望会当和解。认为这没有符合比例原则啦。那第一个应该是先做罚款，我们有委托律师去帮我们。授权律师去代为去诉愿，目前在进行中。复评呢，同样就是在机构的一个行政管理上面，那跟机构的经营，那还有就是专业服务，那还有就是环境跟权益的部分，这几项都有缺失。婚林县政府社会处讲，官府伫咧改善期间有提供育幼院专业的辅导，不过院方无法度有效改善，甚至在辅导期间如果发生工作人员不当对待离校的事件，则决议要采取停业1年。即马已经完成17位离校分别安置，也尊重院方提诉愿。记者综合报道。